好，第30，怎样才算是好嘢？好嘢，好嘢，怎样讲是毋好？顶集所讲，好嘢无得较好，讲嘢是讲哦，是讲是是讲嘢嘢迄个嘢钱价的好嘢人，无在情无德行的好嘢毋好，毋是讲见若好嘢就毋好。逐人的确着拢做善事才会用的。毋免讲别人，若是真正的好嘢，我是非常爱，总是总是总是若毋是真正毋是真正的，毋免讲是孔子讲，就是我也是看做比比比看做嘛是看做比天顶伫飞的云雾还久较无限。大概了解意思，毋过无限迄个限是啥物意思？现我嘛看互咧，总嘿啊，是我大概有知影是孔子讲的迄句话，毋过迄个限毋知影，来查看觅。无限，嗯，清楚明白，嗯哈，嗯，比天顶咧飞的云雾还久较无限，比云雾无限。云雾，云雾就云雾对是对，云雾是第7条，云雾。嗯，我看较食早，毋知你表达啥。嘿啊，我嘛毋知。嘿啊，嘿，敢若只有拄则迄个发现出现迄种感觉吼，迄种的意思。发现出现发现对，第7条发现出现，清楚分明出现。主要是讲嘿啊，总嘿啊，是若毋是真正诶，嘿真正诶，即嘿，真正是讲啥物物件真正，我来看无。也真正有真正好嘢安尼，毋是真正的好主要是嘢即句真，咪若毋是是讲是真正，因为真正。伊讲你若毋是嘿，真正，就比分母较无限嘛。所以即个限是清楚无毋对啦。是，好，但是现就是好，无要紧，等下读诶时候我再去看一下。讲对了，好。对，我记一个，即个诶，很清楚。好，继续后一句好，若是安尼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真正的好嘢？即个真正诶好也嘢，是真正，读本条吼，真正的好嘢，对，真正诶好嘢。真正的好嘢，这就来研究就来研究互伊明。好，好，了解。我来读所以讲这看看。个真正就是真正的好嘢的意思。哈，好，好，呀，来读一遍。嘿，好，第30，怎样才算是好嘢？好好嘢怎样讲是毋好？顶集所讲好嘢无的确好，是讲业钱家的好业人，无才情、无德行的好业毋好。毋是讲见若好业就毋好，逐人的确着拢做善先，才会再用伫。嗯毋免讲别人，
若是真正的好嘢，我是非常爱。总是若毋是真正的，若毋是真正的，毋免讲是孔子讲，就是我也是看做比天顶伫飞的云雾，还佫较无限。若是安尼，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好嘢？这就来研究，互伊明。我袂记顶回又讲着孔子讲啥物物件，就是钱亲像云一般，就是哦啥物富贵对我来讲亲像哦，云雾，嘿嘿华语是浮云呐、嘿嘿什么富贵于嘿我如浮云，迄款的感觉，迄款意嘿，思，嘿嘿嘿嘿，我若无看，伫对孔子讲，Bacon 有讲，袂记，有一个出名的哲学家叫做Bacon 有讲，好嘿嘢人伫想钱的时，伊会无闲通顾伊的身体甲心肝。嘿。啊，但是无看到孔子讲啥，啊无啊，伊头前应拄要头该是前了。拢无遐头，毋是，我是讲发布会写即个头前遐个所在拢无讲起孔子的即句话，啊毋过哦，即句话无啦吼。应该是介出名的嘿。哦，好，OK，好。哦，对，可能是伊头前可能无讲啦，是真啊，正是讲，我印象嘿，中伊头前拢无讲，嘿，拢无讲着。迄孔子是安怎讲？啥物富富贵于贵我如富以贵我如蒲魂？如蒲魂，应啊，该但是是安尼。头前一句是啥？我看觅。头前应该是讲一个是不义而富且贵，就是迄个不义的钱财的意思。不你个不当讲，义正义无正义的迄个钱，无义就是正义的意思，无无正义。我看觅哈，我看觅。哦，不义而富且贵。OK，好，是嗯好，安尼对。嘿伊即个意思应该就是安尼。是就是无正无，怎样讲无够正，怎样讲正确正嘿，义的钱财，就是安尼伊讲伊就咧讲诶，毋是真就是正的好嘢安尼，最后一句讲诶，啥物叫做真正好嘢啦？吼，就是好好，继续吼，继续，嘿，好第一条爱明白，就爱明阮会读第一条爱明白，第一嘿，爱读本条第一，嗯第一，第一就爱明白，修济用济，这修是济用济，修济用济，这是真好嘢。才是真济诶敢是好嘢。济济，这个字，敢是真济的意思。应该是修济就是用济，就是 这是 much，哎呀，哦。这个收是 receive，敢是接应该收是啊，的意思。接哎，收，接呵呵。收就接是收啊，啦，接收，嘿嘿哎，嘿，是得到的意思。好，收济用济，这是真的好嘢。好，了解。才是真简单诶好嘢。真的好嘢。好，好，简单大柜来800，大柜来800，涂骹台几若十红啊，了解意思。几若十，等下几若十红，土地有几千啊，几千几万甲，毋是甲，几噶，千土地有几千几万甲，钱经简单放咧，互伊生鲜，番黄是摆咧做体面，还是放互子孙去开使？看我
看我，开始看，开开始开始看我，这两个词，等下知影是，来查者，好好好，这毋是好嘢，是甲身躯长半圆的人一样。好，了解吧？毋过后壁迄句身躯长半圆，迄个长，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带一个来查一下。好，好，来看开赛看我，开赛看我再看我是什么意思？可能是腔口无共，开赛，是，对，开赛看起。开赛咁就是使用的意思。我咧开赛，想嘛是啦，应该是。好，开赛，哦对诶，黑白开钱，嘿，嘿，我原来是安尼。好好，开赛，还开钱吼，善财将别人的钱开赛，哇，无利还是无来，无利。开赛吼，后壁开钱。是啊，看我，画画，好，我是讲看我啦吼，看我 HOA 才听到开画， OANN 看，第三声我 OAH 点过声，哦，看我就是看我啦吼。好好。开赛是头一摆知影即个嘿，对。看我开我开赛看我开我就是开食快我嘿对乐安尼。开我嘿开我开我好啊后一个长半圆嘿，长感觉即款的句型前敢若有看过，就是长啥物啊毋过就是长半圆的人一样。就是长就是完全无啥物个意思，所以讲长半圆就是连半箍钱拢半哦，箍钱拢无。是，嘿，长半圆的嘿，人一样。好，安尼就了解意思啊。你感觉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。第一条爱第一条爱明白，收济用济，才是真好嘢。敢若大柜内把把，涂骹带几若10盎，土地有几千几万甲，钱银敢若放伫互伊生鲜，田园是摆伫做体面，还是放互子孙去开赛看我？这毋是好嘢，是甲身躯长半圆的人一样。嗯，嘿，这个观念其实嘛是对系啊，嘛是有迄个经济学的观念吼。经济学哦，我是毋知经济学哦，你是讲活水啦吼，就是系啊，对，嘿。哦所以讲你拄则所以讲的，毋是要讲经济学的，毋是，这我当然我无了解经济学，我毋是讲毋是，哦，等于嘛是你安尼讲我嘛理解，也主要是，是下伫咧经济学的理论啦吼。嘿，这是我知影是伫圣经内底耶稣基督哦，的教示，就是安尼，就是讲，伊有讲一个故事啦吼，讲有一个主人吼要离开的时阵，敢若1000银还是偌济吼，交代互伊下底人吼，敢若是3个啦吼，啊一个是摕去投资啊，一个是甲欠起来安尼啦，敢若是应该我印象中是这两个吼。啊，迄个主人转来了后是甲迄个摕去投资的人，因嘿，伫圣经内底毋是投资啊，摕去按怎运用我袂记啊吼，就是甲即人学了，甲迄个欠起来的人算甲骂就对啦吼。哦，是，嘿，嘿，啊，就是即只讲的嘛，收济用济才是真好业嘛。是，这才是真正的，嘿，就是水有你钱水有你挖有你流安尼。是，嗯，啊，嗯，我后来我最近咧看一寡新世纪的物件，嘛是即种看法，哦，拢是好，安尼讲，是，伊嘛讲好，好嘢绝对是爱，嗯，毋是钱拢像拄即只讲的讲规个拢囤起来，
你要想办法，你要有法度互伊钱水爱留就对了。爱 OK 有老当对，好尤其是你要对人爱慷慨，爱倾付出互别人，莫嫌个涩安尼。是好，来咱继续看。好，继续后一段好，咱常常有看见即款人，你若算伊所有诶金银是有几十万，查伊诶仓银是有几百架，论伊甲人交关，又是真跨大，迄个跨大，敢是真大方诶意思？跨即只是跨大，讲论伊甲人交关，又是真跨大。哎呀，就是即个敢毋交关，交就是咱敢若讲甲人嘿，交易，还是哦，甲人好，买物件，甲人，baby，哦，了解，钱会出入就对啦。是，啊，迄个跨，所以讲跨大就是哦，开钱少诶意思吼，跨大就看你用伫啥物情形啊，伫即只就是开足侪钱，对，钱会出入足大笔诶啊。大笔，你是，先学一下啥物叫交关。好，交关，买物件叫交关嘛，所以哦，是，哦，袂歹，讲买物件，我甲你交关者，甲你买者就对。比如讲，会安尼讲啦吼。比如讲你诶朋友开一个单啊，你经过看了甲你交关一下吼，就是安尼讲。甲你交关一下，好，会用即个词安尼讲，甲你交关一下。好，是头家就路边摊是迄个头家你甲交关一下啦安尼。会用安尼讲话，袂讲你甲买者，用即个。哦，对啊，用交关安尼讲就真客气，听起就真文雅啦，讲实在就是真文雅讲法。是，好，所以好，即只是交关嘛吼，论伊甲人交关，就是甲人买物件，又是真跨大吼。跨大嘿，安尼就了解，交关是真跨大。好，继续吼，毋过见着公共为着社会有利益诶代志，要叫伊所以因这是公共啦吼，公就公变掉。共是爱变调是，毋过见着公众为着社会有利益诶代志，要叫伊背一支，迄个背一支苦门啊，背一支苦门啊出来现。伊即个杯就是会讲南部腔口啦，阮讲杯啦吼。杯拔。哦，是迄个苦门啊咧。苦门啊。那是啥物？门啦吼，门就是毛吼，但是门伊们苦门是啥物款诶门？苦门是啥物门我就毋知，苦门是啥物门？对啊，我早者我嘛毋知啥物叫苦门。安尼苦门。拔啥物款诶毛嘿？苦门。门应该是第5条。苦门幼嫩诶门叫苦门，我嘛今日才学着吼，苦门啊。幼嫩诶，对啊。幼嫩诶门叫苦门。是叫细，细机嘛，毋是叫门，敢会讲是细机诶门，叫细粒诶门。你看即个日文诶解说吼，有即个面诶门。嘿，是面华语会叫做汗毛迄款。可能是对，迄种门啊，苦门。好，苦门啊。叫做苦门啊。OK， 好，我今日才学着，今仔我嘛袂晓。好，苦门啊。好，要叫伊背一支
考门是用一支背一支考门出来现，嘿，伊就好，伊就好，好好好叫好叫好叫听，好叫听，好嘿，叫听，好叫听。好叫敢是共合作伙一个词，好叫好叫嘛，好好叫，嘿，好叫，嘿，好叫好叫听。对人不时好，对，即个伊就有迄嗯个海粉，好叫好叫，伊善向艰苦，好了解意思。搁再就是伊家己，就是伊家己每日啥物食清用，也是求这三字吼，若连嘿起来吼，一般讲，看你安怎讲啦吼，食清用，食清用，食清拢会使啦。食清用哦，好，所以讲较有注重是人嘛讲，拢读本条哟。我看嘛，食清用吼，就是嘿，三个是拢来分开嘿啊，听起来讲。是分开的本调，嘿啊，安尼感觉听起来较清楚吼。食对，清用好，对，每日的食清用也是求甲普通以下的人相款。了解，也是求甲普通以下，是普通以下的人相款。跑路是用卡，有跑路这个词哟。跑路，头一摆看到呢，跑嗯，路是用卡，坐坐车是向无四顶的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四顶无顶是啥物？来查看觅，四点，顶啥物款是四顶的车哈？毋知呢，对啊，第三条四顶，即个数，诶。我讲有拍，也是伊的声调有太破，也是啥物？来看啥物叫四顶的因为四点是啊？四个顶，敢是？对，就是应该就是四个点啊，但是即个四个点，即个点是啥物物件？坐车嘿啊，无点，无顶，车有点，咱毋知吼，车有点，但是四点我都看无啊，车车若四有顶是啥点，物意思？车有顶，这样敢着呃，悬迄个顶，就是厝顶啊。厝顶。嘿啊，为虾米四？哦，嘿我啊，为虾米我嘛讲？看无为虾米坐车险无四点，哦，嘿啊，啊是真讲其他正就好的顶是现呢。讲厝顶是另外顶，我看嘛是咱查遮顶是啥物意思？上顶的迄款的，第一顶迄款的。毋过，若是第一顶迄款的意思，为虾米是讲四顶？对啊，有知嗯影三顶是第三个顶级。嗯，嗯，无理解对啊，就啥物好现呢。我来四看觅。顶是敢有别项意思啊？嗯，就是即个是尔无别项是啊，系啊，即个是嘛无讲一世人的是嘛，应该无关系，方向方位的是嘛，应该无关系。嗯，毋知呢，我真正无理解。你敢有汉字的版本是啥物？版本吼，看觅版本，嘿，咱用算是真正的好呀，好。第一但是还无四点，项无四顶，我是厝顶的顶，哦，还是四顶，伊讲是顶级的顶，顶级？就是第三顶、第一顶、第二顶、第三顶，迄个顶，伊的汉字写的就是迄个顶。啊，但是我啊，毋看过毋是写四顶的，嘛是看无迄啊，或者是无四顶的是啥物意思？嘿，四
不要紧，敢是伊会嫌迄个，嘛毋知。看是毋是迄个年代才看有诶，我真正看那无。这车四顶是啥物意思？四顶车，四顶车四等车，也毋知影四等车是啊。但是了解就是我有看到一个解说是潘可元老师的解说，伊的就是针对十项关键即个讲法，伊就讲迄当时有可能是迄个讲的是火车，火车上要讲上俗的是三顶的座位。嘿，系，就伊个嫌讲三顶的上俗迄款座位，还无够俗，伊想要阁有更差的迄款安尼的。吼，搁较俗诶就对啦吼。我甲迄个链接互你网链，好，我等伫 chat，就是 Zoom 加的迄个 chat 遐吼。好，我拢足久袂记咧来现即个我嘛是就是王老师诶即我个 Google 遐用 Google 找着诶。因较早读诶时阵，我阁有甲要求讲，是毋是会当互我摕来做阮即边诶即个教材？伊讲好，伊就欢迎。袂歹，系啊，伊嘛是就是对推识大语文足用心诶。对，嗯，嗯，我直接死掉。好，拄则迄个网面你有看着吼？有，就是即个阳波四顶诶。OK，上差3顶做啦吼，结果即卖来要去上差比嫌无比迄个经济撑过啊，更较少袂对啦嘿。系啊，好来，咱继续。好，继续，这车是嫌无四顶诶。总共若论摕出伊是求，等一下，摕出伊是求做无路用诶人，也若拄着有通摕入。了解。若论摕出伊是求做无路用诶人，也若拄着有通摕入，伊就品心品色。感谢呢，品心品色，用较大诶本钱用较大诶本钱。好，迄个品心品色。好。拄则看迄个潘可元老师迄篇嘛是有讲迄品心品色。了解。来看书顶敢有收一个，我来看卖哦。品心色啦，可能是因为这安尼讲品心色，可能无收啦。系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但是你查即个我查迄个品心色会使，品心色无一定有当影，因为会当品叫做物件，毋是干那品心色。所以讲即个品敢就是品，嘛毋是品，敢是比品，嘛毋是品。为虾米讲会是品？好来查起个品好啦。品是言明。好。课色。安尼了解，课色就有听过啊。所以即个品了字吼，品字伫生活中诶语言内底会讲我看下，我即嘛一时想袂起来。来生命品吼，有人安尼讲吼，生品好势。生品好势。生品好势，莫甲个代志发生再来你靠北。再来靠北。有诶安尼吼，生品名吼，生名品诶啦吼，有安尼讲吼。品无好才来相拍吼。
就是就是讲无好势安尼，这我无讲的无效果，用讲的无效这个果，无效应该是无效，无效。啊，为什么会讲无效呢？毋知呢，即句我看无。无效，来看迄个无效是啥物意思？你就是先讲好势啦，吼，再来相拍安尼。我想起来啦，意思是讲，你若要拍吼，先讲个好势，袂使哭啦。哦，对啦，是，你拍会使袂使哭啦，莫拍输，但要哭，就相款意思啦。先品无好再来相拍，吼。对，了解。所以品心品势呢，毋是品心品势，毋是这只，品心品势是第三课势。第三即个课势意思。品因老爸做官，品警察势，就是品什么势？就是课势，课讲因老爸做官是课伊伫做警察即个势。哦，是。好，所以咱就品心品势就是这个意思。品势好，了解。继续吼，品心品势用较大的本钱，就是假。了解。即种人现时在咱的中间，在有偌济，即种就是正版的收钱佬，收钱佬，袂用得算是好嘢。好，了解意思。你感觉来一遍，长的。咱常常有看见一款人，这款人吼，咱常常有看见这款人。你若算伊所有的金银是有几十万，差伊的田园是有几百甲，论伊甲人交关又是真夸大。毋过见着公共，为着社会有利益的代志，要叫伊背一支苦门仔出来现，伊就嚎叫疼；对人不时嚎叫伊散乡艰苦。搁再就是伊家己每日的食穿用，也是求甲普通以下的人相同款。跑路是用骹，坐车是嫌无四顶的。讲，若论提出伊是求做无路用的人，也若拄着有通提入，伊就品心品势，用较大的本钱，就是讲，用较大的本钱就是讲，即种人，现时在咱的中间，毋知有偌济，即种就是正版的收钱佬，袂用得算是好嘢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真正的好嘢人，就会坐入坐出，零散，迄是啥物意思啊？零集零散，才是迄个零集零散。头前是入出吼，入出爱做嘛吼。是。集散爱零。集散是啥物？集是集中集活来，散是散开嘛。好，了解。所以你安尼看吼，一个是出入，一个是集散吼。出入爱做，集散爱零，就是就是零巧，爱紧啦，骹手紧。零骹手紧。所以讲零就是灵巧的意思。对。我来记一个。
零，我来查一下词典哈，希望我无用唔对啦哈，因为我嘛无想到别个意思啊。加通，加有力，零哦，哎，零我唔知伊的零是毋是会动的意思，哦，零会当有因为灵力我是想迄个意思。讲是即个零，但是毋知是即个零我啊，感觉零卡哦，零级零零散，卡敢有较有迄个有滑条的感觉，零力嘿。你若对应头前讲坐，当然这是零较对啦吼，因为头前迄个是一个 adverb 嘛。是，啊，但是嘿啊，讲零嘛是会使的，零嘛是应该算一个 adverb。是， OK，有这两个可能啦，我毋知对一个。两个拢记起来。好，所以讲即句就是零接零散，咱看潘老师因你读书的时间有讲着，敢有讲着？开赛无来，拄则讲是无来吼，我讲无。钱开了无？哦，一只啦，坐入坐出啦，零接零散啦，所以是即个零啦。哦，是。好，我来记一个。好，坐入坐出，零接零散。好。继续吼，零接零散，即是原来钱财是要互人用，互人做代志的器躯，断毋是要互人摆咧啥物看访，摆咧看访。看访是参观的意思，吼，敢是即个意思？摆伫咧，互人参观的，摆咧看访是好钱银着如敖流通，则如有价值，对无？就是真正是有经济学的观念。若是简单敦死是。敦死伫一大，即个敢会变调？敦死也是敦，我会变调啦，敦死伫一大。敦死伫一大，好啊！迄个敦死是啥物意思？我来查一个敦死。敦，你若知就知，死当然就是生死生死迄个死哈。啊，敦死就是敦，就是囤积的敦。哦，是安尼，好，即个我来记一个敦，还是安尼，好，敦了解，敦，好，若是简单敦死伫一大，专归字，小等下吼，你敢有看即个？你有查即个？有我有找着一个敦，敦结合起来放单起价，叫做敦合，是敦合，系啊，拄则本地想要找敢有敦死即个词，毋过无，有敦肯即个，有敦肯即个词，敦肯，嘛是敦。死是用来形容即个敦力，即个动作。好，敦敬、敦肯。那我是袂用海分，我会分开来，即动词啊，即后壁起。哦，是，嘿，安尼较看会清楚。好，若是简单敦死伫一大，专归伫一个人的手，啊，迄个归敢是嘛是敦的意思？归啊，不，这意思归类迄个归伫啥物所在？嘿，是归属。好，专归伫一个人的手，是甲
敦本数当一样。了解意思。好，这段他这边。好，真正好嘅人就会坐入坐出，能积能散，则是。原来钱财是要互人用，互人做代志嘅器具，断断毋是要互人摆得看放。钱银就如牛流通，则如有价值。若是简单囤死伫一沓，专归伫一个人诶手，是甲囤本数同一样。好，那么继续。好，关系钱财有两种诶关系，一种是所有权，了解所有权，搁一种是使用权，社会叫做社会还是社会叫做所有权，咱莫伫法律的讲法来讲，照法律第八条，法律的讲法来讲，照普通的理气了解，照普通的理气来论，譬如伫遮有100银，这100银的确毋是家己有，的确有主人。对一个人讲，迄百银是挂迄个人的名，别人若毋是有摕甲迄百银上价值的物，甲即个人欢喜甘愿相对换，的确袂通改换迄百银的名字。有迄百银的名字的人，就是讲对迄百银有所有权。也什么叫做使用权？会通自由摕迄百银去开用的人，就是有迄百银的使用权。真正的好嘢，就有真大的使用权甲所有权，真大的所有权甲使用权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来，关系钱财，有两种的原理，一种是所有权，搁一种是使用权。社会叫做所有权，咱莫伫摕法律的讲法来讲，照普通的理气来论，譬如伫遮有100银，这100银的确毋是家己有，的确有主人。对即个人讲，迄100银是挂迄个人的名。别人若毋是有摕甲迄100银上价值的物，甲迄个人欢喜甘愿相对换，的确袂通改换迄100银的名字。有迄100银的名字的人，就是讲对迄100银有所有权，也什么叫做使用权，会通自由摕迄100银去开用的人，就是有迄100银的使用权。真正好嘢，就有真大的所有权甲使用权。看咱系啊，停一只就停了哈。好，嗰度读袂过了。是。7点，8点，你啊8点。
所以咱咱来继3个续睇读到遮152页。 152页，好，我先记起来，我先甲停起来。